你唔係攰，係人生後台過載咗啦。你有冇發現現代人越嚟越容易心攰？你仔細諗諗，今日好似亦冇發生乜嘢煩心嘅事情，但係你就係覺得腦攰、心攰、情緒攰。你睇睇我哋每日早上眼睛一睜開，手機通知、短視頻中別人嘅光鮮人生、工作嘅壓力、還唔完嘅房貸，所有呢啲信息都喺同一秒鐘強行湧入你嘅意識。久而久之，人嘅內在系統就好似一台超負荷運轉嘅電腦，你嘅後台開咗太多無法關閉嘅窗口。3年前老闆鬧你嘅嗰句話，一個窗口；上個月與身邊人嘈交冇嘈贏，一個窗口；對未來嗰種講唔清嘅恐懼，又係一個獨立運行嘅窗口。問題係人嘅能量係有限嘅，好多人連瞓覺嘅時候，大腦都喺度同時運行住幾十個內耗嘅劇本，結果就係情緒混亂、思維卡住，人生越活越攰。問題唔係你唔努力，而係你嘅系統已經長期過載咗啦。咁樣呢啲消耗你嘅情緒到底叫乜嘢？關注我下一條視頻，俾你知道真正消耗你嘅到底係邊幾種後台程序。